过来看呢，海龟岛甲县乡的乡亲，因呢卢卡屯过去的年路无黑的，同时睇100夜灾难当中，经济也有困难的。人家总共有250人的甲县乡的灾民，喺搭推动天的一座凉风寺地碑，每项每年也准备啊过唱菜，同时有过岛会好些每年会减上户同教会东西本人呢。虽然喺搭推某一道平的减防地碑，有的人甚至係10個月都降低一件，不過災民還係感覺講過感恩，非常感謝按到好些每年的天數。看出來嗎？不出來。新年呢，歡喜嘅交代眼氣，面孔看得出甜甜嘅表情。不過坐啲順空嘅體驗，就係看得出家條嘅小弟同悲傷。上帝能拜應該會用嚟來重建家園。啲機平台嘅景風度，樹邊嘅面重空，灘地幾亮泡泡嘅皮蛋，看到為色彩新冠動通。我對一條仔面來講，要按用嘅地方好吃，已經動滿足咧。好啦，都真好啦，即講得多，咱買歹勢啊。对啊，很感謝那個很多地方的善心人士啊，哎呀，就師傅他們。那你覺得大家對你們好不好？好，有玩玩具。啲農嚟講，吊定幾道4槍嘅神父，啲點錢嘅涼風之都，還可提供營養又豐富嘅山村，本災民好食。災民吃到動感嘅，不過廟方表示，現時還可使用公家資金嘅建築。穩定啊，還好，這個廟同龍鳳寺的主持很好，叫我們來這裡住，也很感謝他們。錢上欠了啦，這麼錢若有錢哦，這麼若欠上面，我就會當國民來買，國民買的。啲亞從災難度，感謝鄉嘅鄉民出走募資，同時用感恩嘅心，感謝國家嘅關懷。也未本大家看到嚟嘅一條，啲傷痛苦難度提起來嘅勇敢精神。下個新聞，小報號2卷高雄報道。